如何透過康寶萊市場計劃賺取每月5000元？下半部，跟住我同你計下數，點樣先可以賺到港幣5000蚊？未睇上半部可先睇或後補睇返。依家同大家講解有3種方式。第一種，純零售，適合初頭做。你以25%折扣攞貨，跟建議零售價賣出去，大約要賣29罐奶昔，就可以賺到5000蚊。第二種，發展下線，呢個係穩陣長做嘅方法。當你做到50%折扣嘅領班，下線係35%折扣嘅高級顧問。如果你有4到5個活躍下線，每個人每月賣少少產品，5000蚊就好易達到。第三種，升做領班，呢個係被動收入。你要完成4000個銷售點數，當中有1000點係無義務點數，你就可以升做領班。之後你就可以賺取第1代到第3代下線組織嘅1到5%代銷佣金。就算你自己唔賣貨，只要下線組織穩定咁賣，每個月5000蚊就可以變成被動收入。仲要風險提醒，你一定要聽清楚。第一，唔好囤貨，為咗衝業績買一大堆貨，係新手最常犯嘅錯，貨賣唔出去就變虧損。第二，唔好信高額培訓費，正規加入只需要買會員套裝，唔使俾幾千蚊所謂嘅訓練費。第三，建議做法係用 Excel 記低每一筆開支同收入，由細規模開始，目標設定為升做領班，而唔係單純賣貨。一句總結俾你，如果你想賺一次過嘅5000蚊，就零售大約29罐奶昔。如果你想像每個月穩定賺5000蚊，就要升做領班，建立4到5個活躍下線或者優惠客戶。你而家就可以開始做嘅3件事。第一，列出一份10個人嘅熟人潛在客戶名單，係有健康需要或者想揾外快嘅人。第二，用慳錢嘅角度，先邀請3個人做優惠客戶。第三，喺呢啲優惠客戶裏面，揀1至2個效果明顯又積極嘅人，同佢哋分享賺補貼嘅機會。只要你跟住呢4個步驟去做，持續跟進同服務，港幣5000蚊嘅目標係可以穩定達到嘅。記得點讚、追蹤、分享俾想控制體重嘅朋友。想了解更多，歡迎 WhatsApp 我，或者去我嘅 YouTube 頻道睇片。